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会见印度前副总统贾格迪普·丹哈尔；藏人行政中央发布官方标准化土伯特国歌；土伯特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录取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12名学生；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4月14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寝宫接见了印度前副总统贾格迪普·丹哈尔及其家人。在接见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度丰富而多元的宗教传统深表赞赏，并指出，在流亡的67年间，尊者一直珍视印度所提供的自由与民主环境。前副总统丹哈尔则表示，这次会面是一次充满加持、令人难忘的时刻，并称能够亲近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物是一种荣幸。在过去的一周里，达赖喇嘛尊者在达仁萨拉的寝宫接见了1700多名来自蒙古国、不丹和喜马拉雅地区及世界各地的僧俗信众和访客。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在第17届土伯特人民议会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后，发布了首个官方标准化版本的土伯特国歌。该标准化版本包括合唱、独唱及乐器3种形式，可通过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及本台的官方社交媒体下载，供公众使用。国歌的编号与乐谱也一并提供，以供公众参考。上述国歌版本是在第17届土伯特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土伯特国歌、国徽及国歌使用规范后所确立的土伯特国歌3种官方标准形式。另外，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土伯特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于上周六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倡议下，正式录取了来自阿鲁纳恰尔邦门楚卡的12名学生。此举旨在保护与弘扬土伯特与喜马拉雅地区共同的文化遗产。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顿堆多杰作为主宾出席了活动，并在致辞时强调了保护土伯特宗教、文化及语言的重要性。阿鲁纳恰尔邦政府教育、议会事务、农村工程、旅游及公共图书馆部长巴桑多杰索囊也发来感谢信，赞扬该举措是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的重要一步，并强调该倡议不仅有助于文化保护，也将进一步加强土伯特与阿鲁纳恰尔邦之间的联系。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全球藏人及支持者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之际，印北达仁萨拉、北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藏人社区通过摄影展、文化活动和清洁行动等方式进行了庆祝。在达仁萨拉土伯特人民议会于本周一4月13号在土伯特儿童村学校举办了为期3天的题为
民主达赖喇嘛尊者赐予藏人的礼物的图片展览。超过750名该校师生参观了展览，有效提升了对尊者毕生贡献的认知，特别是对流亡藏人民主发展与演变的认识。而北美藏人协会于4月4号在纽约和新泽西藏人社区的社区中心举办了周末藏语学校首届文化比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出席活动，并在致辞中就中国近期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严重关切，指出藏人应该清醒认识中国政府推行文化同化的意图，并重申了达赖喇嘛尊者关于重视藏语的重要指示，呼吁藏人进一步投入努力。本次比赛汇聚了来自北美10所周末藏语学校的300多名学生、教师和家长，参与问答、辩论、演讲、合唱与群舞等6个项目。在比赛中，来自北加州的狼爵肯才周末藏语学校获得第1名，波士顿的日纳肯才林周末藏语学校获得第2名，芝加哥周末藏语学校获得第3名。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和纽约与新泽西藏人社区联合举办，依据北美藏人协会第23届大会决议开展。此外，在澳大利亚由纽卡斯尔藏人社区主办的第14届澳大利亚藏人青年团结杯足球赛及第3届周末藏语学校文化交流活动，于上周四4月9号在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举办，为期4天，汇聚了来自全澳各地的160多名藏人青年及社区成员。来自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及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的21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5支足球队和16支篮球队。最终，来自悉尼的哈斯足球队获得冠军，悉尼曲松篮球队及纽卡斯尔齐格德里女子篮球队共同获得冠军。另外，在上周六4月11号举行的第3届周末藏语学校文化交流活动中，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在活动上致辞时，鼓励与会藏人青年坚持土伯特自由事业，并且强调了保护语言、身份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英国藏人社区九世华诞组委会也于上周六在伦敦的土伯特和平花园组织了一场社区清洁行动，共有30多名志愿者参与。参与者清扫道路、收集垃圾、清洁中央坛城结构并修剪杂草。在清洁行动结束后，参与者在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的带领下进行了15分钟的祈祷。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